皮革製品喺服裝潮流當中係接咗重要嘅位置。而對於皮革師傅嚟講，製品嘅真正價值就在於製作獨一無二、屬於自己嘅作品。馬秀全帶我哋去睇下點樣製作一件皮革用品。剪裁、搽皮底霜、打窿、連線、剪下亂下，睇落好似好簡單，但係要完成一件皮製品，細至一個卡片套，由剪裁開始要用1日嘅時間，整一個大啲嘅袋就要幾日。Brian 接觸皮革3年，對手製皮具嘅情意結由一本皮革書開始。好多行都做過㗎啦，自己學歷又唔高，經驗又唔高，可唔可以揾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做呢？之後遇到一本書，就係嗰本皮革嘅書啦。咁我就啱買翻嚟睇一睇，好似幾好玩喎。咁就不如試下啦。咁就走去買工具。Brian 起初喺屋企嘅天台搭棚做工作室。後嚟搬到石硤尾呢一個300尺嘅工作室，小小空間，井井有條放咗唔同顏色質地嘅皮、衣車同埋其他工具。Brian 話咧，最緊要用心去做，因為有幾細心咧，人哋係會睇得到，所以每一個動作咧都要好小心。佢亦都同社企合作，兩公婆每個禮拜由工作室執嘢去到深水埗一個閣樓教授一班工廠女工。佢哋唔少後生嘅時候喺製衣廠車衫，專學做皮革，對佢哋嚟講係一門新嘅學問。原來咧係即係每個步驟都唔同啦，好細節啦，同埋用嘅嘢都唔同。咁同做衫又係另類嘅嘢嚟咯，即係重新再開始去吸收去做咯。睇啲架撐幾多，多到我都唔記得係咩嚟㗎啦，但係好好玩咯。Brian 認為親手做嘅意義，最起碼要有自己嘅元素。我支持原創，起碼一樣嘢就係擺翻自己嘅元素落去咯，而唔係將人哋嘅嘢直接攞咗嚟用咯。我自己嘅成功感嘅係我可以一個完全唔識呢樣嘢嘅人啦，去教到佢做到一件 product 出嚟，而佢係開心嘅，佢係滿足嘅。咁呢樣係我想做得到嘅嘢咯。無線電視記者馬秀全報導。